而且因为曾沛慈她在戏里面跟戏外面都是好大力，都是傻不隆咚的，所以就是骂她就觉得好像有点心疼她，但是。右边。对，横条，红，这边。对，他还看自己的衣服说：“哎，我说很被你好了，快点，哎，好，来，一起好不好？对，你们俩，哎，对，很多人一起，然后把电脑也放在桌上，那不会，没关系，给他对，大家把泰克的这个状况拿出来。好啊。哎，赵你们好吗？好了，好，过去哦。好。而且因为曾沛慈她在戏里面跟戏外面都是好大力，都是傻不隆咚的，所以就是骂她就觉得好像有点心疼她，但是戏里面又必须要骂得很深刻，所以很抱歉，就是让你的粉丝看到你被骂的时候。没事。OK 吗？哈 ，OK。会不会有哪一幕骂完以后就是很不好意思，然后下戏就跟他说，哎，拍谁？我不会啊，从来没有。对我需要跟他道歉吗？他自己没有准备好，我怎么会这？我要跟他道歉，我是主管哎，嬉皮笑脸不知道拿麦克风，有没有？就是在戏里面演的是这个样子的。